OK， 1、2、3，娛樂大使嘅推廣理念會係點啊？咁其實我相信喺香港成個娛樂圈裏邊係經過好長時間，有好多我哋嘅師兄啦、唔同嘅前輩啦，做出今日嘅娛樂圈啦。咁今日只係我係其中娛樂圈一份子啦，只不過係榮幸可以成為大使嘅推廣啦。咁亦都冇話特登翻嚟嘅，咁係一定要翻嚟，係冇得唔翻嚟嘅。咁我相信喺嚟緊嘅香港裏邊，其實今次我哋有好多嘅推廣，包括電視啦、電影啦、數碼娛樂啦，同埋包括音樂嘅。係咁好熟悉我哋今年嘅重點嘅活動啊！咁係啦，咁好似你話齋啦，我哋今年嘅重點活動咧涵蓋好多唔同嘅範疇，咁就好似你嘅娛樂崗位都係啦，有好多唔同嘅職責啦，譬如好似又係唱片公司嘅老闆啦，又係演員啦，又係導演啦，又係歌手等等。咁所以你推廣我哋唔同嘅範疇嘅活動上面，會唔會有啲偏心嘅，或者會側重喺邊一個項目嗰度嘅咧？因為香港成個電影節裏邊，成個過程裏邊，包括今日啦，咁其實係冇得偏私嘅，因為娛樂咧係好講獨特嘅觀眾嘅對佢嘅興趣嘅，咁所以我哋今次除咗有嚟緊嘅香港電影節啦，即係好多觀眾朋友期待已久，因為好多時候喺香港睇唔到電影，喺今次嘅香港電影節裏邊都會可以睇到嘅。